请出我们这个今天的主角，我们的邢雅琴。大家下午好。首先呢，非常高兴今天大家能够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参加我这个小型的一个签售分享会。那么也感谢下面在座的有师长有长辈，还有朋友，还有后面喜欢粤剧喜欢王派艺术的小迷妹们，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这个浅水湾文化中心，来够见证我这个第一张专辑《心意》的一个诞生。那下面呢，就请出我今天的2位重要嘉宾我的老师单雅萍和我的舞台搭档杨婷娜，大家欢迎。单雅萍老师也是这个调整了很多时间的档期然后把这个时间特别留给我们今天的这场联欢会。然后杨婷娜老师呢，也是这个刚从外地这个赶回来特地这个时间带着鲜花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来。两位老师老师跟老公他这个叫法没很高兴跟我问是哪个情况的主持人，我是主持人今天还有我们这个瑞芳老师，还有我们导演，我们那个我的音乐老师我们何老师，还有很多老师还有小红姐，都是熟人，大熟人。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分享会正式开始我们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关键的这个主题是这个心意这张唱片那么这个跟我们开始聊吧。你这张唱片想怎么样跟大家介绍这张唱片？为什么叫心意？这张唱片有哪些内容？哪些组成部分从外到里，从它的包装音乐，我相信故事很多来慢慢跟大家介绍。好的，那下面呢，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张专辑。那我这张专辑呢，我给它的定义其实是一个传承。里面呢，因为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所以里面呢都收录了王文娟老师的一些经典的唱腔和我老师单雅萍老师的一些经典的唱段。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原创的乐歌叫《林黛玉》。其实这首乐歌呢是5年前杜竹明老师作词，然后是张智霖老师做的曲，对，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原创乐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这次专辑里的这些曲目然后呢，就是我要说一下这个心意。那当时为什么我会说想把它这个专辑的名称叫心意呢？其实有4个原因，那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这4个原因，所以说我想分享一下给大家。那首先呢，是我觉得我从艺到现在有23年了，那在舞台上大大小小的角色我也演了有不下于30个，所以说我也是希望这张专辑能够给自己一个艺术道路上的一个梳理。那也希望这张专辑呢，是到今天为止我给自己的一个终点。那从明天开始，我也希望有一个新的起点。还有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以前我老师单雅萍老师出过一张专辑，它叫新曲。虽然说新不是这个新，但是我也是取了一个同音。然后呢，曲呢是曲艺的曲，我这个艺呢是曲艺的艺。对，然后呢很有说法对，因为我们是文艺工作者嘛，所以说我觉得对，就是很有意思。对，戏曲艺术。对。然后第3个原因呢是我女儿叫张歆艺，小名叫歆艺，所以说也很凑巧。对，现在这个2个字也不一样，但是呢，念上去真的是一模一样。是。还有第4个原因呢，就是说其实这张唱片从包装到里面的内页，大家我看到有很多人都已经买了我的专辑了，所以也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大家来就是买你专辑。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张是唱腔集，然后对面有一张是伴奏集。对，伴奏很重要，因为大家回去都要唱，对吧？对。然后这边呢是一个2018年的一个台历。台历，这是一张一张怎么能够排法呢？排起来？因为有一个小木托，
哦，小木托，哦哟，太精致了。对，可以插在上面，可以正插，反插是一个台历，上面哦，这个真的很用心。就这个设计，其实从包装从里面每一个部分都是我自己找不同的工厂去对接、去监工的。画了，其实是花了一点心思的。是，因为我觉得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网络非常发达的一个社会，对，其实很少人会去听到用到这个唱片了。用到还是大家都有车嘛，这意思就。但现在都是那个 U 盘啊，对，都会导到电脑里去听。所以我希望就是说也可以有一个纪念的意义，就是说。所以这也是辛雅琴的对大家的一片心意。哦哟，不得了，这个4个真的是太对，所以说当时就是聚集在这，对，起了这样一个在这样子一个唱片当中了。对，出唱片其实可以再多聊几句啊。其实出唱片、出专辑，对一个从艺的歌手来好也好，或者是自己是一个演员来好，其实是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呢，现在呢，整个唱片行业呢，其实已经是基本没落了。就像那个辛雅琴刚刚说的，没有人在很去买这个唱片。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艺术的这个怎么表达方式，它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那现在可能大家都习惯用 APP 网络下载很多方式去收听，但是你们有知道，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还在听黑胶唱片，所以不管用什么表达形式，它的艺术的本身它是会被传承下去的。所以最后当时我们也说了很多，是不是首先你去做个U盘或者说做一个网络专辑然后大家就是付费下载就想了很多，最后觉得他说我们是做这个传统艺术的这一份东西，并不是说大家真的要把它放在这个去找一个 CD 机或者是怎样去放，这是一份心意，这是我们对这个艺术我自己做几十年来这个自己的一个交代，也是让大家去收藏的所以它里面设计了一个这个日历台历。我说这个你这个开发布会好几个月都过了，没有关系，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真的每天要把它放在那看，而是当你想到在2018年的今天你曾经有过这样，你可以再画一圈，说这一天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想到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我给我自己也出了很多专辑，但是这个专辑呢，老土来仓库量把它给，但是呢，你很有意思，你某一年遇到了一些觉得你有缘分、有共识的人，你就可以送一张给他。这个可能是很多人他一辈子做不到的事情。那么今天这个辛雅琴她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很为你开心，而且你真的花了特别多的心思，有4件事情集中在这2个字里面，这个真的很厉害，我们为你鼓掌。谢谢。好，那么我刚才说到了这是你的第1张唱片瓦斯克唱片，还有很多人都出过唱片的。刚才你说到两个老师，还有我们的杨婷娜老师，婷娜这个也是蛮早就推出了自己的唱片在出唱片的这个事情上，有什么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我出唱片应该有3年4年。对，可能在我们同辈当中，我是第一个出的。对，但是我跟辛雅琴就是我们俩夫妻俩就是蛮有缘分的。我是94乐剧班的，他是95乐剧班的，我是我们班里第一个出的。然后我老婆是在95乐剧班第一个出的，就是也冥冥之中蛮有缘分。哎呦，这么大胆哦，在这老公面前感到很羡慕。这个是大老公，不是小老公。因为我是先认识大老公的，没错吧？我是先认识大老公的，也没有是先这个老公是先，这个老公是后，对不对？所以说也很感谢缇娜，就是我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因为没有经验嘛，所以说也问了杨缇娜很多。就杨缇娜，如果你不出这个专辑呢，她也不敢做第一个出的专辑。真的，他应该第一个出，因为他条件好，有你在旁边。他呢就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有讨论过很多说我们有录音棚或者我们有很多音乐的老师等等，觉得好像太高调了，或者这个，我说这个高调不高调没有关系，不是说你出一张唱片你就要唱到无限好，不可能的。
每一张唱片，杨婷娜出的唱片，大家知道，这是对你自己这一阶段的一个，不能说肯定说太高调，其实也蛮肯定的。怎么说呢？是一个锻炼，因为你在去录唱片的过程当中，你会对自己的唱功各方面有一个提高啊，会练习，然后呢，你会听到，哎呦，哪里还有不足，下一次更加好。所以正好感谢杨婷娜走在你前面，让这个不是说错，这件事情坐在你前面啊，哪里想了太多了，这件事情坐在你前面，对吧？啊，所以说也是他也给了我很多意见，包括就是说他昨天也是刚刚从那个我刚刚说了，对，他出去培训了嘛，然后赶回来，今天马不停蹄来参加我这个唱片的。你还给你带了鲜花。是，所以也很谢谢老公。对，我们都听了，把我搞尴尬，我没有带花。其实我当时也是因为什么想出一个唱片呢？今天我们乐红老师好多老师都在。其实几年前也有观众说：“哎，杨婷娜，你应该出张唱片了。”但是我总觉得我时机还是未到，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唱片里面都是老艺术家、老师们、明星老师们的代表作，因为我没有自己的代表作，所以呢就一拖再拖。然后呢，经过几年自己的努力呢，虽然没有什么大戏，但也有点折子戏啊什么，对我的一点原唱，我们俩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我老师给我提出来说，是不是可以出一张唱片？然后也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呢，我就鼓足勇气，出了我的那张唱片。但是我觉得出唱片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高。为什么说呢？因为唱腔这个东西啊，一到录音棚，它就会把你的缺点放得很大很大。我在录音棚里头，我录了几天之后，我觉得我原来我的唱腔有这么多的错误的地方，不管是咬字啊还是韵腔啊，所以说通过那个录音出唱片，我觉得对唱腔是有提高。我觉得晶晶肯定会有这种感觉。当时也是这样跟他讲说，你别想太多，真别想太多，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练习好了。那么侬的老公也讲了出唱片的这个心得，那么接下来老师来聊一下，因为当时现在听我讲，老师在很多年前推出过一张唱片叫《新曲》刚才也讲到的是为什么叫新意的这个4个理由之一然后呢，我们亚萍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你出这张新曲唱片时候的一些感想一些故事然后跟我们分享吧，对，随便聊聊，对。其实我出第一个专辑的时候还是磁带，是92年吧，可能很多有些在座的小朋友还没出生呢。然后我第2张是2000年，当时新曲，当时第一张并没有命题，新曲是后来有我们东方电视台著名导演滕军从那个第一张新的那个专辑里面选了6、7个片段出来，拍成MTV，然后再取名为新曲。其实它的寓意也是一样的，因为我说的作为演员就是有2个那个，第一个其实出新曲也是自己对演每个角色一样，从韵对他的投入，对每个角色的投入，对一份心的其实也是出的时候也是一种忐忑，明白，更是一种期盼就是对自己演艺生涯中的一个那个小节。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感恩吧，就是回馈多年来支持我们、爱护我们那个观众。对，因为观众朋友他每天去买这个，虽然我觉得粤剧观众的购买票的能力是真的是非常强，因为我现在在做音乐剧，完全可以对比感受。但是他们每天想听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如果有一张自己喜欢的演员偶像的一张专辑放在家里，他每天可以听，他每天可以学，他可以更加深入的来研究老师们的唱腔这个唱段我觉得其实也是就像回馈观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好，谢谢这个老师的这个关于专辑的分享那么这次你出这个专辑，除了名字上想到了以外，有没有征求过老师的这个一些什么意见呢？说我准备出专辑，有没有跟老师沟通过呢？对，有当然要跟老师沟通了，就是在选择曲目上，就是
不光是跟上雅萍老师沟通，还有我这一次还有我这一次的这个专辑的一个监制，也是我们一团的这个主辅老师吴国维老师。这个厉害了。对，也很感谢吴国维老师，就是他在我这张唱片上也给到了非常大力的支持。是。因为吴国维老师也是当年其实是老师把我托付给吴国维老师，一直在吴老师那边练唱腔。托管。对，所以确实是我属于托管类型。然后这次出唱片，对吴国维老师也非常非常的支持我。其实大家其实都是专业的这个粤剧的爱好者和戏迷了，其实可能比我更加专业，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其实是我蛮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主胡这件事情其实是在粤剧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其实完全会影响和带动一个主角演员在这个他唱段当中的一个启程跟他的一个情绪的这个变化，所以在录唱片的时候，这件事情又会被更放大，因为不是演出一次过了，台下说一说，哎，文革更让哪能样子讲，这个是要被大家拿回去反复听的，也就是说，它的准确率要尽量能达到我们自己演员和演奏员的极限，所以这个上面也真的是我看到，除了录乐队以外，录音要录乐队以外，录唱的每一次，老师都来现场监控，花了非常大的这个精力啊！感谢我们的老师再次感恩啊！然后呢，这个贺老师也感谢，对吧？贺老师。追鱼是2003年上演的，然后呢，这个接下来是2008年，应该是说刘北北在后面，应该在后面。没有，这个不是说这个时间的吧？好，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追鱼啊，这个戏是2003年上演曲打香菱然后是2008年9月上演，然后宋兄别妹是2009年粤语争锋的时候的这个演出时候的这个照片。那么然后呢，在2009年12月15号的时候，全本《虞美人》演出那么当然追鱼是当年这个王文娟老师这个亲自传授，那么。香菱呢是谢雅琴的原创的这个角色舞台姐妹中宋兄别妹一直是单雅萍老师在09年粤语争锋的时候，当时是在杭州，对吧？这个比赛的时候，谢雅琴老师那个单雅萍老师来教我们这个谢雅琴老师的好，那个谢雅琴呢，我觉得在我认识她的过程当中，的确这个粤语争锋呢是给她成长不少的因为他还是一个我说了就跟出唱片一样的，因为他比较在这方面他其实比较胆小一点他觉得这个能行吗？那后来在很多老师的这个同伴和包括这个粉丝鼓励下去参加了这个节目。那么在这个节目成长以后，同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的雅萍老师就把自己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大戏原创大戏叫《虞美人》。也传承给了谢雅琴，那么真的是叫每一招每一式每一招每一式，每一个唱段每一个唱腔那么在2009年的这个12月的时候，有谢雅琴这个演出了这个全本的这个《虞美人》，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我们要采访一下我们的这个雅萍老师，当时这个传承这部剧的时候的对这个人物塑造也好唱腔也好还有一些等等这个戏的这个这么庞大的整个时长的演出量也好怎么当时跟谢雅琴在这个专辑上有怎么样的一个交流跟分享一下？虽然时间有点长了，但是我相信对你们来讲，这个也是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对我们戏迷也一样。这个虞美人是没声音没声音。虞美人是09年剧院为青年演员深度打造的那个剧目之一吧。那么谢雅琴在那个剧目里面，尽管是只演了一场，
但是在那个一场的演出中，我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之前也有担心，这个戏的分量，不管是那个角色的分量，还有它的凝重力，就是怕它胜任不了。但是通过那场演出，之前他的一次次来排练啊，来那个学习什么的，看他一步一步的进步很多。在那场演出里面，当然还有阿花的那个扶持，因为那场那个项羽是阿花在演的嘛，就是整个感觉他那份凝重，那份悲壮，我觉得看下来以后，我自己是非常满意的。但是旁边有些去看的，包括李萍啊，包括日华，你去看到那场？那场就是原那个院长的李丽坐在我旁边的，我说李院还没有吧？不错，就是那场我觉得是特别满意的，今晚只演的一场。辛雅琴其实是我觉得是非常有灵性、非常聪明的一个演员。就之前对她的感觉就是很聪明，很伶俐，但是就是不太够努力。今天自家人都可以这样讲，没关系。真的呀。我哪觉得？伊老有灵气的，人家王某是老有为的，但是伊学过以后可能太聪明的人有辰光就不大用功。讲过以后，伊讲不是对，摸过以后老好了，因为摸过以后有可能讲的。就是对针对他那个咬字啊，就是我们在场李萍啊，你是戏校的启蒙老师，就是他在戏校学的是李派是吧？你们给他打的底子，是童子功的底子，其实是非常好的。他身上的一些声训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可能之后改了王派以后，因为派别的不一样，就是可能还有你自己的之前的我说的是前几年不太够努力，但是他这几年他悟醒了，包括前几年老师我来噻，我要这样，我想尝试。我尝试。还有这样的故事哦。有那么前几年有消沉过一段时间，我看看我上去做啥呢？我要去做啥？要去做啥？那么消沉段时间之后，终究离不开他你有20几年吧。20几年对粤剧的付出，那份心，你不是那个心意吗？那份心，然后对舞台的那份眷恋，他还是坚持了下来。然后那几年以后，我们是日恒一步一步看着他的成长，看着他的进步的。所以他对这份心意的这份那个用心，这份用功，应该大家都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所以还是对他这几年的表现，我觉得还是蛮高兴的。包括去年的那个福清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项目还没有进入正规那个程序的时候，他只是一个自己默默在努力，因为也要过很多关。第一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跟院里讲，就院里都不知道有像那个是啥，不是我又不会讲。因为还有3步，第一步最好是有进去呢。那就帮院里讲了，帮助理想说了进不进去的嘛，还是没头，说明他在想自己在努力，默默的，尽管是院里也没给他这个任务，是不是？也青年演员都自己在默默的为自己，也不甘心，等于说是干等着也好，干累也好，所以对他这份努力，对他这份用功，我是比较满意的，也是比较开心的。谢谢。好，插播一句今天在声源的我们的导演还有我们的音乐总监都在现场，掌声一下我们也要说说。对，然后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虞美人嘛，对，这也是老师的第一个传承大戏传给我。没错。我正式和老师结缘也是从虞美人开始的。其实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跟老师还没有那么熟，然后呢，我就好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角色。然后老师怎么办？不要教了。没有，我没有。
从来没说你笨过，你说聪明不够努力。就是我担心，我怕我自己做的不好，然后老师觉得我笨，不能收这个学生。然后所以说，当时就是不管老师演出的时候，我肯定是在台边上学习的，包括排练。那然后我的小伙伴那个时候也是给我录了老师的啊，有全景版的，有中景版的，有特写版的，还有花痴版的。什么叫花痴版的呢？就是说，不管是项羽在唱还是张良在唱，就是那个镜头永远是对着老师那张脸，永远是老师的那张脸，就3个小时。所以说，当时所以当时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看那个花痴版啊，对，因为想学到老师那种细微的表演的那种状态，对，所以说那个时候真的也是给自己非常非常。有的时候呢，反而就是有压力了，才有这个动力，才有上升的。一定要有动力的。我同意啊，这太了。这一有动力，他的成绩是蛮明显。刚刚讲了啊，这个整个成长历程当中，搭档是非常重要的。我刚刚说了，老师啊是流派，然后呢，刚刚主仆啊，当然导演、音乐都很重要啊。那么归结于这个搭档的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跟这个杨缇娜，我们也一起聊一聊了啊。从这个2000年开始啊，《红楼梦》就共同演绎了青春版、青年经典版、新版《红楼梦》、殿堂版《红楼梦》哦，然后嘎斯北风啊不得了，然后还有今年春节的时候，还在这个一起这个演出上海剧院演出殿堂版的《红楼梦》。好，然后这个合作将近这个就20年，然后这个如何在这个20年当中，可要是好像在1年里面演的啊，这个青春保持的这个这么好啊，这么这个保鲜啊，还是小鲜肉啊。当然了，中间也有很多心路历程啊，那么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来，这个。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缇娜。我跟我老婆其实习惯了，不好意思，平时也叫老婆，对，叫我老公。对，其实一开始那个青春版的时候，我们俩不是一组，最早的时候是陈曦，我跟陈曦是一个班的，然后我们青春是后面一组，然后后来经过初期的排练之后，童薇薇导演看了之后觉得，辛雅欣身上更有那种古典的那个。可能是星星他比较努力，他很努力，然后之后我们领导就把他从 B 组直接拉到 A 组，然后我们俩开始演搭档，对，然后就一直就是搭档到现在。就是我跟星星真的是因为可能是演时间长了，蛮有默契的，就是不管在排练场，还是在演出当中，你排在哪里不舒服，大家都会提意见，他也会跟我说，老婆，我觉得你这个地方这样排，是不是要这样子好一点？这样，然后有的时候，比方说，我觉得老婆你这样对的，你这个腔应该要不要？也会互相的，真的是互相的。然后有的时候20多年，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在舞台上，就是有的时候出现状况了，可能一个眼神大家就能弥补过去，真的会是这样的。那就是老搭档，对吧？对，就是因为我跟缇娜也有搭档了20多年啊。所以说，其实那个时候青春版的《红楼梦》，其实童薇薇导演对我们的要求挺高的，从写个人人物自传到演小品，到最后的排练演出，其实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已经磨合的挺好了。所以说，之后的每一部戏，我觉得我们就是真的还是比较默契的，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大家有争议或者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从舞台上的搭档来说，搭档与搭档之间其实也是要有气场的。就是说，如果你一个节奏你晚1拍或者你早2拍，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对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点上我们还是特别有默契的。然后对，然后我还要爆一个料，大家猜一猜我老公，对他，我大老公，对，这是我大老公，这是我小老公，我介绍一下。然后就是他经常会在台侧开场前会和我说一句话，大家猜一猜会是什么话？你们悄悄话怎么猜的？我 OK 了吧？对，我会 OK 了。好，那我就说吧。是什么？我老公一直会说，老婆，
我要是万一忘记台词，你接着唱。然后我就整个人就不好了，你知道吗？就是虽然说这么多年，压力交给你，无死必唱。虽然说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太年轻。但是他真的每次就是很多次他会跟我说这句话，老公，这个是让你对待这次演出更加认真一点。对，很多次他都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演员在舞台上如果忘记台词，或者是对方忘记台词，都是一件非常非常糟心的事情。对，我这次去我救过你一次，就是书馆他忘词了，然后我就不管，我也去给他唱。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情。就所以我就觉得啊，忘记台词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每次当老公跟我说，老婆，我如果忘记台词的这句话的时候，他基本上从来不会忘记的。他脑子很好使的，然后演员真的有的卡在台上真的很痛苦，真的很痛苦。然后旁边会提醒一下，可能会好。对。这个现场演出啊，每一场演出，大家观众看到的跟实际发生的真的是其实不一定是一样的。台上他们有各种经验和各种这个为舞台的付出啊，包括很多我知道有很多戏是要在地上这个。摸爬滚打啊，可能为了这个情节更加的真实逼真啊，其实身上都有很多伤啊。这个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戏曲演员也好，整个演员在舞台上的付出，才能让大家看到这么这个精彩和真实的演出。好，那么我觉得就是从今天这个新艺发布会以后，你可以退出。我们这样的主持风格其实很自然，因为没有录像，对吧？有录像也可以剪嘛，对。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舞台再次交给谢雅琴啊，然后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环节啊。这样子，今天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环节，其实我在做那个公众号报名的时候，我是特地没有写上去的，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惊喜。那这个特殊的环节呢，我觉得我们先看一个小短片。小短片，我养养，我比较怎么好啊？戏曲它是一种传承艺术，在传好家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年纪大了，所以呢，我把你跟艺术班分别交给了王志平和佘亮平，他们能多关心一些。现在我们高兴也跟佘亮平建立师徒关系，希望你好好的把老师的戏学下来，一定要学好，将来你也会传承下去。祝福你们。大家应该听到了吧？就是其实今天有一个能说是一个拜师环节，也能说是一个谢师礼。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老师其实师生已经有11年了，但是呢，从来没有正式的拜过师。因为老师其实生活中是一个特别低调的人，他一直觉得只要你愿意学，就是说根本不注重这样子一个形式。但是从我的心里来讲，我是觉得，总是有一点点小遗憾吧，就是所以说，其实从我当时的虞美人到粤语争锋，到平日里的演出，包括之后的像去年的一个原创的那个国际书节的一个比赛再生缘，到今天的这个唱片发售，其实今天老师本身也不在上海，就是因为我是说把这个日子想定在今天，所以老师把他自己的一个日程往后移了。所以在这么多年，就是老师给我的一些帮助、关心和教导，就是说，我觉得今天因为这样子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但是也不是很刻意，所以说我是希望能够有一个11年的有个师生情，上一杯敬师茶，对。下面他们说是然后今天给我们大家都是一个然后今天也请到了
著名的范派表演艺术家张瑞红老师。对，因为张瑞红老师其实在我的工作上也是我的一个启蒙老师。我觉得他会给我很多时候他都会给我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指引方向。所以今天我也是希望对，在张瑞红老师和大家的一个见证下，来，张老师来。这边走。我这种没有戏了。瑞红老师说两句。感谢瑞红老师啊，今天能够也是忙中来到现场啊。那我坐，对，做得了，做得了。在座的各位哈，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共同见证辛雅琴从艺道路上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刚才我听辛雅琴下面在座的听她讲，她从艺23年，真是时间过得非常快。这些年来，其实我和杨平都看到了辛雅琴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进步。她从开始的一招一式的模仿，到后来有了自己的理解和领悟，从跟随老师学习传统剧目，到今天有了她自己原创的作品，包括今天的一张唱片，虽然不完全里边都是他自己的原创，但是对他从艺20几年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辛雅琴这些年来都一直的努力的坚守着，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他也学会了思考、坚持，而且把这份思考付诸行动。我觉得辛雅琴真的开始成熟。那么今天刚才他把这个环节，其实呢，他前2天跟我有过一个交流，但是我和杨平都没说，真的，跟杨平都没说，我一个人都没说。那么这个我觉得，第一，他的一份很真诚的心愿啊，所以我希望通过今天这样一个拜师仪式，将成为他艺术道路上的一个新的开始。对自己今后的要求，希望他越来越高，艺术道路也越走越宽。祝福你，辛雅琴！谢谢，谢谢。越剧的未来是你们的，包括婷娜啊，谢谢，加油！我替你们高兴啊！谢谢，这刚才这一幕那个王老师这番话，让我做了，我突然心里有一点挺感慨的。我觉得一个老师很重要，对下面的关心、支持啊，有一个好老师，有一个好的艺术前辈的引领。我觉得我们，包括杨平，我们这一代当年从戏校毕业进上影院，都是受到前辈艺术家的培养，从成长到今天。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接力棒传承下去。今天辛雅琴拜向条老师为师，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在你的引领下，有更多的一代一代的学生拜你为师。那么我们的粤剧就是有很好的一个发展，有更好的一个明天。好了，谢谢刘老师，你们两个人串在一起。他让我来参加的时候，只是跟我说，老师啊，我跟天子不能进对组哦。进着可以。不知道他有这么那个的，但是我觉得辛雅琴还是很有心的。在很多年前，辛雅琴跟我谈起过，当时跟我大概很干脆的，很那个。老师说，慧玲老师也没有收学生，日红老师也没有收学生，我这样不大好。我说我收他们啥子？我讲慧玲老师的、财务老师的，全部收啥子？
我讲侬要讲啥么子啥么子，侬要讲想跟我学个，我可以教侬，所以一口回去。我今朝蛮有心啊，没有心机的。就是不说也不行。但是呢，这几年过来，我跟他我们在一起，同事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你说有23年了。但是我们在23年中，都是看他们这一代，包括婷娜，包括下面他们，一步步在成长的。说这一点的话，我们也非常高兴。那么我们的饭派啊、玩派啊，包括各位老师的艺术，必须要代代相传。那么只要你们有心努力的话，我们有需要我们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会尽心的。那么你这样的话嘛，我没有很好的准备了，我只带了说你是要传承的话，但是我还好是准备了点啊。你说是敬茶的话，我敬茶我要会点礼物吧，是吧？啊，还是怎么的？来，我们还有小惊喜。哦，还有来，哦哟。没有给能拿了。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心意啊，这个就是心意。张歆艺同学来，啊，先等一下，张歆艺。哦哟，好。来，然后还有张歆艺，哎，我跟谢雅琴的同辈，她让我漂亮妈妈，哎，我也很喜欢这个爱情，漂亮妈妈。妈妈越来越漂亮，也挺开心。谢谢，这句话我说很一样。我采访你以后要长大要唱粤剧吗？我也来，对，这个老师没有准备他这么那个的，我只是说是出唱片也好，也是一个总结嘛。但是我今天送老师的一个唱腔是我觉得让各位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谢雅琴这几年非常努力，非常用心，但是我们在希望她在不足的地方再更加努力，更加用心。那么我是希望你在那个唱腔上更加努力。谢谢。然后在就是我这部分也是当一个小小的礼物，还有就是永生花也代表着我们王派艺术代代相传。祝你继续努力，再送你4个字，天道酬勤，就是你努力了，必须会有收获。谢谢老师。继续。然后今天其实我还想请上一位我的恩师，就是我其实在学馆里的启蒙老师李萍老师。李萍老师，他们戏校里面都是声训啊，那个什么都是李老师教。对，他也是我们第1代的林黛玉。对，这位呢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一位恩师。就是其实，在学馆里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刚刚考进学校的时候，李老师还在带94班的大姐姐们。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窗口，我们那个教室有个小窗口，我就趴在那边，我就这个老师好美，我以后一定要跟她走。然后就是然后那个时候后来也很幸运，就到了李萍老师的那个组里面，所以说李老师当时也传授了很多的演戏的经验，包括其实我学了，那个时候我是学了行路，然后是楼台会，然后是三开玉妹的大戏，然后是毕业大戏那个《红楼梦》，都是李萍老师教的。所以李萍老师也是真的是给我的在一个表演的基础上打下了非常扎实的这样一个功底，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然后我们
要请来演一段戏啊，然后我们可以来和美女好吗？就是今天也很开心哈。首先就是祝贺星星今天的那个签售自己的第一张唱片。然后呢，今天又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他拜单养平老师做他的学生。那么我在旁边见证了这一切，我也非常高兴，为他祝贺。谢谢李老师，谢谢。笑一下。然后请老师也上来。然后请上对的，我们一起来。还有任红老师，任红老师来了，对，还有吴国伟老师也是来一起来吧。可以的，啊，光可以，可以啊，可以。不会，不会的。我说几句就是刚刚那个辛雅琴说，就我把他托付给了那个吴伟老师，这给吴伟老师是几年了？也有个13年了。13年，好多年了哈。就当时那个辛雅琴的唱腔，我觉得，因为我们教方面好像不像吴伟老师，因为他也会拉琴，又会那个在教唱上面有很多的经验，他也是一直在外面辅导学习的。就是我就把他嘱咐过来，那个吴伟，但是他每次下来以后，你看辛雅琴的错，有进步那个，但是有一次，包括有不又会起来有退步了，但是我说你一直去拉着他。那这几年辛雅琴的那个唱腔进步离不开吴伟老师的那个帮助。来，吴伟老师讲两句。大家下午好。首先要祝辛雅琴搿第一个唱片已经更早子诞生了。那么刚刚阿拉陈亚明老师呢讲，托管叫我13年是这个明星班的王丽君。王丽君个辰光，伊就讲，侬搿唱腔比较好，叫看看。伊个咬字啊，是吧？啥一直辣盖。从13年个辰光，阿拉搿个王丽君开始，到现在就是一段辰光陆陆续续当我的学生，因为我同伊住得比较近的，嘛比较方便。所以呢，我看到伊个唱腔再到对相当不容易。而且相当聪明，我就讲这个人呢，天赋蛮好，就是太懒了点，对吧？而且呢，通过努力了以后，伊个唱腔进步是蛮大。所以讲呢，当时我来给伊练唱的辰光呢，这几个想法，追求，我同伊讲，我讲侬要有王老师的味道，而且要有杨斌老师的味道，最要有辛雅琴的味道。所以讲，我听到搿只唱片也会得有搿个感觉。对，希望大家欢喜。走，好，感谢阿拉唱片的编辑啊，唱片的编辑啊。好，那么对，然后今天的小型发布会，我们其实一个分享会就到这里结束了。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签售的仪式。